真正有够台。第54届电视金钟奖拜六要颁奖啊！到底是谁会得奖呢？得奖写做得奖，就是得奖也是中奖的意思。得这个字台语有真侪读法，拢代表无同的意思哦。今仔日先来介绍得这个读法。第一个意思是得到，就是得奖的得，得病得。第二个是唔对哦，会对，就是对不对的对。过来，对，阁有轮到的意思，亲像是对你啊，就是轮到你了。对，也阁有真侪无同的意思哦。卡斯，你想要知影？嘿嘿，当然就爱想看咱的真正有够台啊！你看，对这个字过来啊，对爱会对。就是一定要、必须的意思哦。来，大家就爱想看，真正有够台，你讲对唔对啊？对啊！